伫咧网络散布性影像的网站创意书房，互人封起来。不过，打算传出，若毋是用国内三大电信的网络，也是用 VPN，就会当弄空芳，搁再来看到创意书房。立委表示，这是因为有部分有线电视业者无加入联合防护计划，呼吁应该就要来修改电管法，全面列管。台版的N号房创意书房散布儿少性影像，引起社会批评。去互卫福部访问了后，刷映出政策的缺失。立委发现，若是使用者毋是用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网际网络服务，也是开 VPN， 安尼就会当顺利入去创意书房。不管你是透过三大行动电信业者联网，或是透过有线电视系统联网，只要他们依法或者说他们自愿加入了 TWNIC， 基本上一旦发生了有儿少性剥削之类的影像，我们就能有效的所谓的把它下架。我们如果想要做好网络管理的时候，势必应该要将网络接取服务业者，不论是我们三大电信业者，或者是像有线电视这样子提供接取服务的，都应该要纳入管理。针对防网出现漏洞，原因就是毋是所有的电信业者拢有加入台湾网络资讯中心 TWNIC RPG 的联合防护。立委指出，因为咱国现有的网际网络接触服务所提供的 IASP 是自愿登记的，地数数量不明，所以应该就要修电管法，全面立管 IASP， 阻止儿少性剥夺、诈骗洗钱。卫福部表示，基于儿少保护的立场，呼吁电信业者拢来加入。在不修法的前提下，我们能够协调提供网络服务的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来尽快加入 TWNIC RPT 的联合防护。纳管 IASP 的部分那这部分呢，确实可以把更全面性的把这个不当的这个网站呢做一些相关的拦阻对这代志 ，NCC 提出第一中登记的计划，成立电管法的工作小组，针对是毋是立管 IASP 会进行跨部会的讨论。立委嘛要求伫修法完成前，要有专案小组，要赶紧研究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